外面有风比较不好。老板，你要怎么判断乌鱼子的品质？然后怎么样熟？大概就刚才就是起泡7、8分、8、9分，你要熟一点比较香，就是8、9分；你不要那么熟，就是7、8分就可以了，就 OK 了。好坏等一下再拿来。来邀请我到云林啊，尤其今日这个年嘛，食这位置是真正台湾的口味哦，有当讲想到亲，想到赞啊，这个都是我们这样收入开靠了，大家努力的成果。那我们希望说，把我们的乌鱼子啊，不但让我们台湾人能够享受到，也可以让全世界吃到最新鲜、最美味的乌鱼子。或者是苹果3、2、1起吃好不好？来，3、2、1。怎么样？口感怎么样？没喝过这么新鲜、这么好吃的。比台北的餐厅还好吃吧？我刚刚吃了台北5片。离线，而且来到古坑华山，品尝一杯我们云林道地的古坑咖啡，那又纯又浓又香。那同时也看到我们朱市长拉花我想他技术非常好，一定也是咖啡达人了哈。那所以我想我们咖啡呢，从现在从之前到现在已经历经17年了哦。那这么长的岁月当中我们都非常的极力的在推广。那也希望借由我们朱立伦市长的大力的推动能够让我们咖啡业者能够产业经济能够大发展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借由朱市长大力的推动。是每天一定要喝咖啡的人，那今天能够跟咖啡达人在一起，尤其是古坑咖啡的推手谢淑雅副县长，他是过去做古坑商展，就把整个咖啡带到全台湾、全世界。那我很高兴的今天来到真正的台湾之光，台湾咖啡的原产地古坑来跟大家一起参与国际咖啡节。我们都知道咖啡是全世界最热门的这个饮料，那世界也把咖啡文化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那台湾这几年在大家的努力之下，越来越多的地方生产咖啡。那当然，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拜托我们市长下来帮我们的这个咖啡再加持一下。我相信南宫咖啡不差北胖啦所以这一次的话能够请到我们朱市长。那以往咱婚礼咱所有农点上真的都是拜托我们市长，不管是咱的往来干嘛溜丁以往那高丽菜也是。今天呢，还要特别把我们的咖啡再推一把，因为17岁的台湾咖啡节已被登短了，我们需要再给他大大的加持一下。再忙再累，拜托大家每天一定要喝一杯咖啡哦，谢谢。喝一杯古坑。